即个敢袂输讲，咱进前讲吼，偷偷啊食鸡仔冰，偷偷啊食，吼，偷偷啊食。即个呢，咱原则上咱是会讲偷偷啊是一个词，一个复词，啊食，佮换另外一个动词，用安尼来分析会较妥当。啊，你若哭哭食，食呢，因为伊无迄个啊，哭哭食伊是连做伙的，啊，哭哭，伊是甲即个动作连做伙啊，伊是一个即个，咱拄则讲的，伊是绑条的词素，伊毋是自由的词素，伊一定爱绑条的，啊，伊是 bounded morpheme 绑条的词素，伊袂单独出现啦，咱袂单独敢讲豆豆啊，迄个哭哭啊，你袂敢讲哭哭哭哭，你若敢讲哭哭，你也毋知啊哭哭是啥物意思。吼，你敢讲哭哭食、哭哭走，吼，安尼是才知影意思尔。吼，啊，你若是譬如讲偷偷啊来，偷偷啊食，偷偷啊，其实你会当单独存在啊，你会当知影伊一个复数啊。吼，所以淡薄仔类似，毋过无啥共，吼，无啥共。吼，好来，咱佫举一寡例来，佫看觅。有无？老师，安那乌白走，敢袂使呢？乌白走啊！乌白走即个吼，你来看乌白走甲哭哭走，即两个结构有啥物共款，还是无共款无？有无？乌白走是随便乱跑，嘿，随便乱跑嘛吼。啊，哭哭走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嘿，吼，所以呢，但是伊的即个结构吼，咱甲看起来呢，咱的分析吼，乌白走吼，咱会安怎甲分析较好势？伊的结构会甲哭哭走会无完全共啊。乌白走咱会甲分析做像偷偷啊走，偷偷啊安尼，吼，另外单独一个词，可能会较好势啊。乌白吼，乌白走吼，乌白吼是一个复数，吼啊伊来装塔即个走安尼，安尼解说可能会较好势，吼，乌白吼，乌白走吼，吼，所以呢，即两个虽然足共，毋过呢，即个伫分析伊的结构的时阵，吼，乌白咱甲当做是一个复数，吼，来装塔即个走即个动词安尼，可能较好势，吼。谢谢老师。来个举看觅咧吼。豆豆啊行，豆豆啊行，吼，豆豆啊行，即个呢，甲乌白走即个嘛小可较类似哦，吼。豆豆啊行，甲偷偷啊行，结构是较像诶，但是甲即个哭哭行，可能会小可无啥共，吼。吼。哭哭，咱会甲当做是一个 prefix， 是只绑的诶 prefix， 吼，绑条的词素，安尼来看待啊。啊，过来，老师刷刷去，会使刷刷去，刷刷去吼，刷刷去吼，刷刷去吼，即个个小可敢若无啥共诶。吼，刷刷去，你若敢若讲刷去，吼，准拄刷，吼，刷，伊会当做动词家己，吼，吼，准刷，吼，刷，啊，结束掉，莫阁计较啊，结束掉对无？啊，所以伫遮呢，你若刷刷去，你的语感，你感觉去？是思考还是刷是思考？你感觉咧？你感觉你的刷刷去？你的思考是伫刷还是伫去？去吗？我的感觉是刷呢。刷，思考构词。哦，刷，构词。哦，当然这咱爱搁找较济，看有即种的例无啦。无感觉起来刷是思考，
刷去吼，敢若是后壁这较是迄个呢。啊，你若要解说做刷去，对做你若用去做思考对无？安尼伊是正确，啊，这个是变刷去吼。这个可能咱来找较济相关的语料看觅咧，啊，像这有当时咱就是话词无好决定讲到底要属倒一个，咱就加找较济个啦，啊用来分析看觅咧，啊，伊若敢若单纯就这个看起来两种拢有可能啊，所以咱爱更找看较济即款的题目，嘿，老师，嘿来，老师啊，那输了了呢？输了了吼，输光光，输了了，输了了，伊输了了，看起来是输是思考嘛，了了是后壳啊，所以呢，伊输啊赢，输啊，嘿，输了了，对，所以即个看起来是后壳，输是思考了了是后壳，来，还有无？老师，那如果电动海，电动海伫遐电动海，海是重点嘛，是算是苏州的组头呢，所以电动海，电动应该算是较类似，比如酷走，还是讲即个乌白走。电动海，伊电动是来装塔即个海嘛，所以电动海，电动应该算是较复数啊，不，伊要来装塔海安尼啊，所以甲咱即摆讲的即个个小可无啥共，伊电动海，咱个用做是复数来甲分析，可能会较适合。了解。来，还有无？好，那无咱就搁继续吼。拄则个断掉去，嘿，好，我叫咱个顶来吼，迄个。好，过来。过来，咱过来看吼，咱讲喘，真喘，即个做运动了真喘，即个喘呢，咱会讲鼻喘，鼻喘，譬如讲即摆东京奥运，即几工当地热门，运动员走了呢，鼻喘，做运动了鼻喘，有当时咱嘛会讲喘鼻呢，鼻喘鼻，来，即个例是要创啥？就是共款吼。假使咱互你一个语料啦，互你一寡语料，要互你分析。来，请问你要哪解说？鼻喘甲喘鼻，即两个故事有啥无共？伊的结果是安怎无共？就是讲就语言学来讲诶，为啥咱会鼻喘甲喘鼻，拢有人讲啊？即两个有啥无共无？比如讲，人学生甲伊问啊，尤其若外国人会问，即鼻喘甲喘鼻是倒位无共？
还是对是因为程度无共，还是安怎无共？啊来，大家想看觅，啊，开放大家吼，想到会当讲看觅吼，啊，偏偏串偏偏是差伫倒位？啊，这嘛是做练习吼，就是讲要安怎？因为咱当时咱会发现足侪语言的现象吼，啊，要安怎综合起，啊，要安怎判断吼，这是伊的结果是安怎无共？来，有人要讲看觅无？偏偏串甲串偏偏有啥无共？好，来，请讲。我感觉皮皮喘，甲是动词咧形容伊咧喘的感觉，啊，喘皮皮甲像咧是形容一个状况，足喘安尼。哦，袂歹哦，好，啊，过来后一位来，谢良来，请讲。我是感觉偏偏串是头前一个形容词，啊，这个串是名词。然后这一个是形容偏偏串头前是形容词，啊，串是名词。那串偏偏头前是动词，啊，偏偏后壁是副词。哦，好，来，啊，咱来看觅因两个讲法吼，啥物人讲的较有道理？吼，拄好有无共的讲法啦吼。啊，要咱判断倒一个较有道理，就是基本的原则吼。咱语言学基本的原则就是上少的规定吼，上少的解说方式吼，用上少的解说会当解说愈侪语料愈好。吼，就是讲你即个规则出来呢，你即个解说方式呢，讲出来了会当涵盖着愈侪个台语的词类，吼，伊的故事拢有符合咱的讲法，安尼是上好的啊。吼，所以呢，咱若是安尼看的时阵呢，拄则讲着，讲即个串偏偏，即个是啥？哦，拄则咱第二位谢良吼。来，你的讲法来，你个讲一下，大家个听看嘛。偏偏应该是串是一个动词，啊，偏偏是副词。哦，即个你感觉即个是动词，啊，这是副词，吼。哦好，那安尼时阵呢，请问，咱进前是毋是有足侪语料讲着动词，伊的副词会放伫倒？那动词伊的副词伊会放伫倒？应该放伫即边较对啊，吼对无？所以就无可能是放伫即边啊。那安尼变违反着其他足侪例啊，所以变成除非着变遮是特例啊，只有特例伊才会放伫即边，若无伊会变甲咱其他的台语的即个语料呢，会情形呢，会即个违反着，所以变成你解说的即个。会当解说语料变较少去啊，所以若像安尼就较无符合。所以呢，咱若像即个例，咱的解说会像第一位讲的安尼吼，偏偏串呢，即个咱甲当做这是动词啊，顶头迄是动词即个是动词遮呢是正确。就甲咱拄则讲哭哭只，哭哭只，骂骂吼，叽叽叫，共款的结果嘛。所以咱用安尼来解说时，咱会当符合足侪语料，拢符合的。即个咱甲看做是动词，后壁即个呢，即个咱甲看做是形容词，喘偏偏，伊人真喘，我喘偏偏，你形容讲伊足喘的，所以第二下面即个呢，咱会解说即个串是形容词的串，所以呢，因为形容词咱拄则讲嘛，红记记、乌嘛嘛，咱拢是加伫后壁，所以串偏偏嘛共款，伊是加伫后壁用后括，所以即个呢就变后括啊，伊是一个 suffix，是一个后括嘅遮。那安尼咱会当符合足侪语料拢是即种讲法。都袂违反着其他的语料所以即两句呢，偏偏串甲串偏偏，重点是串伊的词性无共串伊会当做动词嘛，会当做形容词
所以平平喘的时阵，这个时阵的喘其实是动词啦，喘平平的时阵，这个时阵的喘呢是形容词，安尼知吼？为什么咱会伫咱台语内底，甚至华语嘛共款吼？这个词性真歹分啦，原因就是讲咱无像英语安尼，英语内底比如伊若变做形容词，伊可能加一个啥物后括伫遐，就足明显的。但是咱台语内底足侪词呢，伊遮呢，伊本身嘛是自由思索，你要当做一个词，当做一个思索拢会使。过来，伊个词性变化无一定会加一个后括的物件，你无，就是袂加一个后括的物件，所以呢，你有当时会足歹判断，其实遮呢，咱若用即个故事来看起来，咱会当推测，即两个串其实是两个无共的词性的串啦，一个是动词，一个形容词，好来，到遮敢有啥问题？有无？安尼遮有清楚啊？咱遮是豆豆啊，举一寡例啦，来做分析，好，若无咱阁继续来，咱阁来讲水，啉酒醉的醉咱讲天天醉，甲醉天天，请问即两句有啥物无共？天天醉甲醉天天，即两句的醉有共款也无共款？伊的词性有共也无？来醉来大家讲看卖，分析看卖老师，嘿，迄个天天醉，迄个天天是每天都喝醉，醉天天是他醉的那个样子，迄个天天不是每天，迄个天天是他醉成那个样子，醉应该迄个样子，是不是安尼？对，佫有无？所以呢，第一个天天醉，即个醉呢，伊是动词啦，用逐工咧啉酒啊，天天醉，逐工咧天天醉。醉天天的时阵呢，第二个醉呢，即个呢是形容词啦，伊形容讲醉天天，逐工啉，就是习惯性的啉酒，逐工啉酒，啉甲醉茫茫，醉天天安尼。所以呢，伫遮即个是形容词，后壁这嘛是后括来咧装塔咱即个形容词，醉天天，安尼，安尼有清楚啦好来，咱共款，佫互大家来举一寡例啦来举一寡像即种的例有无？除了醉啦，串啦，佫有无？想看觅呢？佫有其他例无？伊会当做动词，嘛会当做形容词的例有无？想看觅。老师，跷跷人，人跷跷。跷跷人，人跷跷会使。即个无啥共你看得出对无共无？跷跷人，人跷跷，请问即两个伊的人词性有共无？敢有？老师，他是不是两个都是名词？对啊，嘿啊，跷跷人，人跷跷，两个拢是名词。所以他这样子应该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嘿。咱遮讲的是伊也当做动词，嘛会当做形容词，
翘翘人翘翘，即个是拄啊好安怎呢？看起来足像，毋过其实无共。翘翘人，翘翘是形容词来形容即个人翘翘人。哎呀，人翘翘，人变主词啊。讲你即个人呢翘翘。人，这是讲你即个主词，你主要即个人呢，人翘翘啊，形容讲你是翘翘安尼。所以是伊的句子的结构无共，语句的结构无共，但是迄个人基本上拢是名词所以即个是无啥共这嘛真好啊！即个例虽然甲这无共，毋过呢，这有当时咱咧考台语认证内底呢，为咱迄个阅读内底咱有一部分是考语法句法的部分，像即种这就真好的出题出题就是讲咱会当来讲请问下面这4个选项内底，倒一个选项伊的语句的结构甲别人无共款像安尼你就当讲有一个是像咱拄仔讲的水天天天天水这是一种过来是翘翘人翘翘安尼伊拄好翘翘人翘，看起来外形足像的毋过其实伊的结构是无共的像即种，这就是一般咱若话咧考句法的时阵但即种程度算较悬的就是讲要看会出伊的这无共，你要对伊的语言的结构要有了解所以这是即个未来啦后盖咱若是有讲到即个台语认证测验出题要怎出的时阵呢这是袂歹的，即个会当出题啦好来还有无其他的例？好来请讲。慢慢啊行，行慢慢。慢慢啊行，翘翘，行慢慢。好来，即个有共无？看看啊行慢慢啊行，行慢慢有共无？看看啊行，第一个行是动词行慢慢行，慢慢是形容词啊，所以行就变成副词。行慢慢行慢慢，伊行慢慢慢慢啊行会使无？大家感觉个即个有合无合？伊慢慢啊行，行慢慢，看起来是敢若会使啦慢慢啊行动词嘛行慢慢敢若是会使毋过即个有的人讲第二个行慢慢，有人会安尼讲无？行慢慢，慢慢啊行，稳稳啊行你着稳稳啊行，伊行慢慢直接行慢慢就变成形容词伊只若做形容词，敢会有啥物问题？行慢慢应该嘛是会使啦变成讲伊着譬如讲伊若食晏还袂来伊着慢慢啊行伊着行慢慢，看起来嘛是会使啦只是讲感觉较少会安尼讲不过感觉起来是敢若嘛是会使啦慢慢啊行甲行慢慢甲即个行第二个行当作是形容词伊着行慢慢尔伊着行慢慢看起来敢若会使好来过来其他的例有无？老师，嘿，食好死，死无食。食好死，死无食。嘿，两个拢是死，拢无食。一个有食，一个无食吼。
但即个敢若无啥共哦。你搁讲一届，第一个啥？食好死，食好死，死无食，食好死啊死无食吼。来，两种死的状况无共嘛吼。食好死死无食，即个敢若无啥共呢。你正是要讲食即个毋？即嘛是要形容死的状况，你是要敢是？要形容死即个遐？嘿，死做食好死死无食，即个可能较无啥共呢。因为咱伫遮天天水，水是动词，伊是加上正确嘛。咧死食好死的食好，这毋是正确啊。伊遮是有两个词啊，一个是食，一个是好啊。伊的结果就无啥共啊，对无？对。嘿，伊的结果无啥共啊，所以就无合。虽然外形看起来淡薄仔类似，毋过就无啥共的，无啥合吼。好来，佫有无？佫想看觅呢？好来，请讲。老师，迄个 BB 啊笑 BB， 即两个甲那像个无啥共哦。咪咪啊笑咪咪，会使哦。即个词就对啊。咪咪啊笑咪咪，伊伫遐咪咪啊笑，所以即个笑是动词啊。伊笑咪咪，伊人笑咪咪，人笑咪咪会使啊。笑咪咪的时阵，即个笑是即个形容词啊。伊人笑咪咪啊。安尼，老师借问一下，迄个笑 BB， 迄个 BB 和 BB 啊笑的 BB 是共款的字哦，是共款啊，共款啊，嘿啊。所以咱有一个电台叫 BB 啊笑俱乐部，这石川啊，有人反正有听过伊做甲诚大伊名叫 BB 啊笑，BB 啊笑联播网所以 BB 啊笑 BB， 即个会使，即个是有合。因为咪咪拄好嘛是咪咪啊笑，伊是一个正确，若笑咪咪，伊是一个后确，安尼，好来，咱休困一下先休困10分钟，咱等下再继续。
好，安尼咱个继续来介绍即个台语的即个故事的部分过来呢，咱来讲即个台语的即个故事复合词的类型当然伫遮咱我讲伊是复合词嘛会使啦你无爱讲复合词嘛是会使就是为无共的角度来甲看咱遮先来举一寡例大声呢，咱来看卖咱台语的故事呢伊大概的一寡分类像讲即个地动咱台语讲地动即个中文嘛是地震呢英文嘛是 earthquake earthquake 地动等于伊嘛是拢两个一个地一个动甲夹做伙即个地动呢伫遮若就声调啦恁声调即摆教过未？基础的课敢有教声调？台语的声调有啦变调呢？变调敢有讲啊？袂，好，无要紧。恁先观察看卖呢，若伫声调顶头，遮有啥物变化无？有啥较特别的无？地动，伊的变调规律呢，甲咱台语的平时伫讲变调规律是无共的。伫即种的情形主谓式的即种故事方法内底呢，伊的地动伊的变调无啥共。你若是一般咱一般的变调拢是上尾一个无变，剩的拢会变。譬如讲火车、火车、火，第二声对无？毋过你若念做伙是变火车火车铁轨路的火车火车，伊会变调去。毋过伫遮呢，你来看第七声，照讲爱讲地动毋过咱台语无安尼讲咱讲地动，地动，也就是讲伫即个特别的情形之下呢，伊即两个音节地甲动两个拢是用本调要读所以这是就声调来讲，伊的主谓式的即个故事呢，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地动声调拢共款，拢是本调，读本调尔过来地动呢咱要讲伊是一个复合词，嘛是会使的。讲伊地甲一个动，伊本来嘛当单独，地嘛是会当做自由叙述，伊家己嘛当当做单音节的语词，动嘛是会当做单音节的语词。即两个夹做伙，就敢咱常讲的 marketplace 市场market 甲 place 佮夹做伙嘛是会使所以像这呢地动，咱讲伊当做复合词嘛是会使。你若无爱讲伊是复合词，伊是一个双音节的语词，由两个独立的叙述构成的嘛是会使啦这就是看观点无共尔不管安怎，即种主谓式的呢，什么叫做主谓式呢？咱平时伫讲地伫顶动地动这是一个地语句，咱会讲地敢若地伫顶动对无？地动，咱甲缩做伙到即个地语句，变做一个语词啦本来是地动，类似即个英语的讲动名词迄个概念即个地即个主词伫遐顶动嘛那用语句来甲看毋过即个单甲结合做伙呢，变做一个语词所以伊号名号做主谓式主谓式的意思大概遐主谓式就是即个像讲主是 subject 我行路像即种，这拢是主谓式所以地动伫遮呢伊都变做原底伊是一个地语句尔，但是伊嘛变做一个名词去地动
地动发生安尼，即摆伫地动，伊会当名词，会当动词啊，地动变做是一个词去过来，咱过来看另外一种天光天光，天光嘛是呢你看大声要判断这种主谓式，你会当发现伊的声调拢袂变啦。天光合起来嘛是天光，伊袂念天光你若照台语一般的变调规则是爱天光天变做天譬如讲天使、天使天使你袂念天使你是念天使所以伫遮呢，拢是用本调来读这是伊的真一个特色就搭配要哪判断伊是什么款的即个类型所以你看像天光、天光天光这嘛变做一个词去你要讲伊名词，嘛是会使；要讲伊动词嘛会使呢。天光所以这嘛是即种呢，咱拢叫做主谓式过来风真透，风台来即摆风台来好甲在最近即个风台闪过台湾毋过咱台南嘛小可有风透呢北部当然风较透啦风透，原底伊是一个语句，但是伫遮咱嘛咱变做一个语词迄个语句，因为伊是第语句，所以会当甲变做一个语词来。风透今仔日风真透风透风透，这嘛变一个词主谓式所以这呢，过来像我头痛、心闷，这嘛是呢头痛头痛譬如讲，你若煮有风邪，你有的人会头痛头痛你若想讲英语的 headache 嘛是头痛，安尼故事头痛拄好伊头痛拢无变调，拢维持读本调，所以这是主谓式的即个故事的方式过来心闷，我的心足闷的就是伫思念你啦所以心闷心闷伫思念某一个人心闷这嘛是以上这拢是即个主谓式的即个故事来，这部分敢有啥问题？咱搁举一寡例啦来，有人要举例者无？老师，冷冻敢是？冷冻上基本你看有变调无？冷冻的冷第几声？冷第二声咱念冷冻，这像变第一声去所以有变调去所以就毋是了解。还有无？我来请讲老师，比如讲微遮敢有算？微遮微遮会使微遮过来。老师，安尼借问一个车饼安尼敢有算？车饼你看车饼变调去所以你只要有变调去，就无符合这个伊的结构安尼敢有算是即种的主谓？无啥共车饼就无啥共去好来，请讲。山帮会使无？会使你看山帮你会使山帮会使老师，人水，人水人水。你若像讲地动、天光、风透、头痛、心闷，伊拢单独一个词你若人水，你敢若去做一个句是利用着人水的语句出来。
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人水的意义不完整对无？所以伊毋是主谓式。人水，你敢会甲单独甲当做一个词来使用？因为你若像讲地动，即摆有地动哦，是讲即摆伫地动啊，天光啊，也是讲即个风头，人水，敢有会当记一寡较长的例，伊是用人水即个词来用的有无？就讲他为什么在老板面前那么吃香？就是人水呀。就是人水，即个就是人水即个词人水，感觉怪怪，伊敢若甲头听新闻的用法较无啥共咧，人水即个感觉。老师，我讲较长，人水毋惊流鼻水，人水毋惊流鼻水人水毋惊流鼻水，看起来嘛敢若小可会使即个人水，即个爱去溪考看觅呢，即个有可能会使，但是爱去即个爱去思考看觅呢。老师，佫有一句较粗俗的啦，人讲人水火大蕊。人水火大蕊嘛好，即个人水即个呢，再去溪考看觅呢去研究看觅呢看起来是敢若会使啦只是讲敢若较无遐普遍地使用好来佫有来去找其他。火烧。火烧会使火烧即摆当咧火烧火烧会使火烧就足明显火烧火烧老师，你甲伊火毋是本来读做火呢？火烧火火烧变做火烧有变调呢？一定变调呢？火烧对，即个无共。对啊。无注意，即个火烧只有变调去。你只要变调的，毋是即种类型。袂使变调。火烧是词无毋对啦，但是毋是即个类型啦。老师，我若改做火大咧，火大就无变调，火大。火大火大会使火大就会使，属即类型的啦。火大老师，你刚才讲溪考，你刚才讲溪考啥物意思？溪考一个就是溪考啥物意思？佮详细研究看觅咧。我一个咧就是时钟时钟敢若无合即个，因为嘛变调去呢，时钟又变调去伊才有变调去好，来，请讲嘿。老师，猎影敢是猎影？伊有变调去哦。猎影。嘿，猎影伊有变调去所以就无合即个类型主谓式基本上是拢袂变啦。因为为啥会拄袂变呢？即嘛拄好咱台语的即个变调规律啦咱台语的变调内底，一句话内底呢伊若是一句话内底，伊的主词的上尾一个音节嘛袂变主词的上尾一个音节嘛袂变，所以拄好符合着伊即个主谓式，拄好会拢无变这个等咱讲到即个声调的时阵呢，讲到声调变调，各位就较清楚啦好这是即个主谓式再来咱再来看再来另外一种咱讲即个偏正式老称冠称冠偏正式就是伊原底形容词甲名词
夹起来，这嘛是一种诶，即个伊诶结果啦吼。啊，凊汗吼，流凊汗吼，还是讲散票吼，散票散银吼，戆伤吼，戆伤吼，像即种呢吼，这是属于偏正式吼，就是形容词甲名词结合做伙变做一个词诶即种吼，伊甲分类做即种诶即个类型吼。来啊，即个呢。好，来，请讲，有人来。老师啊，迄戆伤的伤是动词呢，还是变名词？伊即个伤，伊嘛会当做名词啊，伊动词、名词拢会使哦。吼，啊，伫遮的时阵呢，伊两种拢有可能啊。吼，伊伤嘛是会当做名词啊。吼，啊，伊嘛会当做动词啊。啊，这就是咱讲，因为呢。即个受到汉字的影响呢，咱诚侪词伊的词性吼，其实动词也好，名词也好，形容词拢做有可能，拢会使。啊，所以伊即个想呢，伊动词、名词是拢会使。啊，来，咱想看觅咧吼，即种类型的有无？举一个例吼。有无？老师，比如讲庆饭敢有算？庆饭食庆饭，嘿，会使哦，嘿，庆饭，嘿，食庆饭会使，吼，食庆饭，就是你剩落来的饭嘛，吼，庆饭会使，吼，啊，佫有无？老师，冷风，冷风，啊，冷风会使，啊，冷风会使，吼。红花，吼，红花，金花，嘿，哦，即个会使吼，就是咱之前嘛讲啦，就是讲诚济诶，即个无共观点来甲看吼，譬如讲像红花、白花这呢，咱要当做一个词，还是两个词结合起来诶词，嘛是拢会使啦，吼，红花呢 ，OK， 吼，你若像讲即个，譬如讲吼，像英语内底呢，吼，伊嘛会吼 blackbird 乌鸟，吼，啊，伊中有人一个甲无人一个，迄是两个无共诶物件，吼，啊，所以咱嘛共款啦，红花呢，你要甲当做是一个词，两个音节嘛是会使，吼，啊，你若要甲当做即个红甲花是两个单音节诶语词结合诶一个复合词嘛是会使吼，就是讲伊有为无共角度拢有可能会当复合啦，吼，啊，所以红花若是踮遮看嘛是会使，吼，啊，当然有诶人要为无共角度去分析红花这嘛是会使啦，吼，像讲红豆嘛共款啦，红花红豆这嘛是，吼，你要当做这是。红豆是专有名词，就一个词尔，啊有两个音节嘛 OK 啊，啊，还是讲你要当做是一个红的豆仔红豆安尼来甲看待嘛是会使吼。好，啊，过来佫有无？小人，小人嘛是会使，哦，小人，哦，啊，佫有无？老师大官，大官，官的大官，大官啊嘛是会使。啊，大官啊，做大官嘛是会使，哦，嘿，啊，佫有无？哦，好，老师白菜鱼，哇，又挂了。
庆瓜是冒冷汗，阮讲庆瓜还是安怎？恁拢讲安怎？庆瓜，欠瓜，好来，我拄对则啊，那上无人讲青瓜嘛？庆官，老庆官，老庆官。老师，我刚刚讲白菜鸡啊，鸡啊是一个人，嘿，啊白菜是形容伊的白菜鸡啊。吼，等者吼，吼。啊，毋过即个咱遮吼是以两个音节，遮的结构是以两个音节为主的吼。因为白菜鸡啊，迄个更较复杂去啊。迄个因为白菜伊个当搁拆开，所以伊个结构搁较复杂小可，所以咱遮拢是记两个音节的即个词吼。来，好来，咱再来讲第三种的即个故事的类型吼。另外第三种呢，动宾式，动宾式就是动词甲受词结合做伙的即种叫做动宾式吼。这动宾迄是一般中文的翻译方式啊反正就是动词甲受词结合做伙的即种的故事方式譬如讲大雾大雾即种定位定位迄种搬车搬车驶车搬车类似即种的这是即个动宾式的来针对即种动宾式的，咱搁来举一寡例来想看觅呢，有啥物款是动宾式的无？我来请讲嘿。食饭，食饭会使嘿，食饭皇帝大嘿，食饭，搁有无？拍人，老师，嘿，拍人或救人有两个，拍人，搁救人，救人，嘿，拍人或救人，嘿，敢若嘛是会使嘿，搁来。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第一个大雾啊，阮家是念大蒙，伊汉字嘛是安尼写吗？大蒙哦，嘿，蒙伊就佫无共个写法啦，蒙所以写法无共。有的人嘛讲卡蒙啦，卡蒙、大蒙、大雾拢有啊，这当然蒙雾要咱分我嘛袂晓分，实际上伊个话人伊有分但是迄可能爱大山顶较对这较有了解，较知影哪分谢谢。好，来佫有无动宾式的即个类型的有无？老师，这门下课敢有算？下课下课这下你当做动词嘛敢若嘛是会使呢你若当做下的结束课下课嘛是会使呢因为你所举的例啊，我发现敢若伫英语内底拢算是那个叫做及物动词，敢是？嘿。所以伊若是动宾式，我的解读是应该是头前是一个及物动词，后壁有一个受词，安尼的结构。对，因为伊也有 V 甲 O 嘛，所以你 O 一定要出现就是及物动词。但是下课这个词，我感觉
我无啥确定，敢是算这个动宾式的复合词，系啊，因为下课拍是一个算是结束嘛，系啊，课就是课程嘛，所以结束课程，敢若无完全算是动宾式的一个结构，对啊，想讲提出来讨论。这个会当个加考看卖呢，吼。好，来过来。老师啊，结婚敢有算？结婚啊，结婚哈，这个哈，你若讲落定就较明确是啦哈，结婚落定迄个落定啦，下聘啦，哦，下聘，落定动词定嘛，落定吼，落定就确定啦吼。安尼若讲结婚哦，结婚敢若较无遐好呢，感觉。哦，老师，婚是婚姻，两个人结婚姻，所以是动词加名词，安尼才会使。你若甲结婚迄个婚当做是结婚姻安尼来看待，当然安尼就嘛是会通啦吼，那安尼看待就会通。好，来还有无？还有其他例？泡面，食泡面吼。泡面会使。行路嘛是会使。啊，走路咧？走路嘛会使。谢谢老师。走路，走路当做是一个事走路嘛是会使比如伊诸葛亮爱走路欠钱走路走路 OK 还佫有无？老师，那假人告敢有算？假人告几句哦？假人告安几句哦？还是？安尼敢是正动词加一个受词？安尼成济这较无效咱伫遮拢是两个音节的尔。老师，那是录影敢是？录影，迄个录音遐，录影。嘿，对。录影嘛会使，录影老师，翕相嘛会使，录影翕相，会使哦，这拢会使，好，来，咱佫继续再来，咱佫看另外一种动补式看煞这是看煞动补式看煞我听无听无看煞是看煞还想听无还是弄开弄开啊弄开伊只是弄开弄开像这种呢动补式基本上伊拢有头前拢有一个动词伫个后壁呢拢有一个补充补语啦拢有一个补语来甲补充装他所以像这种呢，这嘛是另外一种看煞听无弄开这是另外一种的类型的来针对这种类型的，咱想看卖呢，有其他的例无？其他按迄个。食了。Lucky。老师食了。食了。我饭食了啊。食了 ，OK。物件 lucky 的 lucky。lucky 物件 lucky 拍开。
嘿，会使。啊，佫有无？踢破，啥物看？甲门踢破。哦，踢破，踢破吼，嘿，甲门甲踢落破，踢破，嘿，会使。啊，佫来。牵绳，牵绳吼，牵绳，会使，牵绳。牵是动作嘛，绳就是伊最后结果嘛。牵绳，会使。啊，老师，你进前讲的迄生团应该嘛算是哦。生团嘛是会使，拍死，拍死，好，拍死嘛是会使。老师若收煞，收煞，歹收煞，即个收煞会使，收煞，啊，佫有无？老师看破敢袂使哩？看破会使，看破啊，佫有无？老师，我想要请教啊，像知影敢有算？哈？知影即个代志，你敢知影？知影？知影吼，知影吼，知影即个爱搁加考一下咧，知影。即个可能爱搁想看觅呢，因为知即个词较特别，知影，即个可能爱搁考虑看觅呢，是毋是有符合即个知影，感觉起来敢若较无遐像咧。是。好，德教老师。老师，咱若是讲你着知死，安尼敢是？知死，安尼会使，你着知死，老师拍算敢有算？啥物货？物件拍算会拍算？拍算吼，物件迄个拍算去，会使，物件拍算去，会使。老师困饱，困饱，会使，会使，困饱，会使。啊，佫有无？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个，他做拍算，第一个字是算动词吗？嘿啊，第一字是动词啊。拍是啥物动作？拍动作啊。所以是拍的动作吗？就打的动作。嘿啊。真拍算啊。好来，安尼若无咱继续再来后一个并列式并列式呢，也就是讲伊重复譬如讲知啦、下啦，其实拢共款的物件伊是重复并列等于佫重复一摆知下种公马公马呢就变祖先公马输赢有输有赢输赢甲夹做伙呢并列做伙变做另外变做一个意思这种呢，咱就讲这是即个并列式并列式。来，咱再来想看觅有并列式的有无？装他。装他会使鼠灰。鼠灰会使红某。丝袜。
西瓦，西瓦，西瓦，你要知西瓦，西瓦，嘿，西瓦，嘿，会使。来去，来去，会使来去，来去，并列式。是问汤讲说，但是伊敢若汤的意思尔，问汤。问汤吼，问汤关啊好，问汤嘛是会使呢。但是伊敢若有汤的意思尔。你来去嘛是共款，迄个啊，去，也是去的意思尔。哦。问汤变做的，应该也是会使记遐物件安尼嘛，问汤。嘿。其实伫咱台语内底，问汤就是问甲汤，毋是打汤的意思尔。因为你若打有汤的意思，你就会讲汤啊问，你袂讲问汤。问汤，反正就是厝内底甲外界会当迄个互通的所在嘛，遐咱就泛称做问汤啊嘛，对无？是。问汤啊，顶会当出入，你问会当出入，汤啊嘛会当出入，问汤，就变成泛称做是遐门内底会当出入遐物件，迄个厝内底会当出入的遐物件，应该是这个意思。嘿，来，搁有无？老师讨论到证。西这话讨论会使哦，讨论应该会使，并列式。就是西这话这。西这话，这个就无啥共啊哦，因为咱遮拢是两个音节尔呢，所以你西这话这变成是俗语啊，惯式用法来，老师就抓哈，就抓这个要属于并列式，也是咱拄则讲的动宾式。就抓咱会安怎解说？就抓，就惨。就，所以你就抓的就，你要当做是啥物款的？就的嘛是就义的就嘛，嘛是名词。抓看国文科看抓就是抓哈。所以这个就抓这个可能搁开考一个，是属于并列式还是动宾式？这个可能搁开考看觅呢，搁想看觅。好，来搁请讲。老师，西瓦就抓应该算是，因为就甲抓伫古早拢是算是两种仪式，对，就是两种抓应该是就职。这来个先看觅就抓伊个别是啥物，看是并列式还是动宾式，这个开考看觅，好来，搁有无？西瓦呢？西瓦会使，西瓦会使，搁有无？德式。哈？德式。德式哦。德式会使哦，有德有是德式。是非咧？是非会使，嘿。老师，伊这并列式是毋是意思是两个名词做伙，不管是相似啊，还是相反？对，并列做伙安尼，当然这咱这是两个动词哦。这是也可以是两个动词。咱并列，这其实咱会当搁甲分较幼啦。咱即摆讲这是初步的一个分类尔。当然，你若是譬如讲专门要做研究这个故事，你会当分了搁较幼啊。譬如讲，真内底，譬如讲公嘛，你会当甲分做因男性、女性的这种结合做伙的，也是讲像输赢，伊是两个拄倒边的事结合做伙的，也是讲像在的，伊是两个拢共款的事结合做伙的，量你若侪，你会当去分类落啊。咱即摆这是因为咱是初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安尼尔，当然你若是较幼路的，你会当搁咧详细咧分安尼，这个分类本来有当时分类，有当时足歹讲啊，无法度100%讲伊一定是安怎，有当时话足歹区分啊。总是咱即摆讲这大多数，以大多数的即个分类大概
来分安尼尔吼。来啊并列式安尼应该 OK 啦吼。好，安尼最后呢，以上呢，就这咱台语的即个复合词伊的类型啦，这是较普遍的。咱即摆咧讲着即个台语的故事，大概分即几类，当然就像咱拄仔讲的你若是对这故事分类有趣味的人，会当去详细咧做科考但是总是就是画一寡词，可能无法度100%讲一定是属于对一类，画足歹分的但是大多数，咱怎讲是大多数，原则上用这来分。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安尼就会使好，安尼这是针对咱即个今仔日咱针对台语的即个故事的部分来做介绍安尼遮敢有啥问题？若无咱明仔载咱阁会来做练习针对即个故事的部分呢，来做综合的一个练习过了啦，有时间咱就开始来讲即个语音学甲音韵学。迄部分咱讲较济因为语音学甲英文学呢，这甲各位未来要教罗马字较相关性会较悬好，安尼咱今仔日咱就先讲到遮若无问题咱先讲到遮明仔载再去继续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